機械人速遞9月7日，沙田日馬最新嘅飛數移動。機械人速遞第4個賽日9月17日，跑馬地夜馬最新嘅飛數移動，截飛時間1810，開跑時間1910。上戰嘅飛數入圍成績，重飛提供7匹，入圍2匹；落飛提供16，入圍10；回飛提供8，入圍4。重飛非佔比嘅馬匹，第2場9號金運來，全飛拉動4.47；第4場4號升價拉動12.37；第7場4號超力量拉動3.08。落飛非佔比嘅馬匹，第1場4號魅力星，全飛拉動1.1；8號謙謙君子拉動1.1；第2場4號心裏有數拉動0.53；6號加州本事拉動1.83；8號凌風傲雪拉動0.67；12號節節有福拉動0.12；第3場8號年年有福拉動1.56；第5場1號長勝金剛拉動0.94；3號新力拉動0.18；第6場3號智合拍拉動0.88；第8場7號遙遙領先拉動1.4。回飛非佔比嘅馬匹，第1場1號有德盈，全飛拉動-5.18；第2場2號三軍勇將拉動2.65；第3場2號奮鬥心拉動7.83；第4場3號久久圍攻拉動1.51；第7場1號八進巨星拉動1.69；7號沙井之友拉動3.03。攬馬系列突擊馬第2場3號金晉星，非佔比6.96，全飛拉動1.86；第3場8號年年有福，佔比8.21，拉動1.56；第4場2號浪漫老窩，佔比7.99，拉動-0.14；第6場5號長勝力駒，佔比6.47，拉動-0.52；第7場4號超力量，佔比6.64，拉動3.08；第8場1號加州動員，佔比6.53，拉動-0.35。麻煩大家幫忙按訂閱啦，撳埋隔離個鐘仔，咁有新片呢就會馬上通知你㗎喇，咁就係對我哋最大嘅支持啊！唔該晒。